關於夢境，其實仲有好多好有趣嘅心理學冷知識，可能你一直都唔知道。第一個，趴住瞓，面朝下嘅人，更容易發一啲令人害羞，甚至帶有曖昧感嘅夢。心理學家研究認為，因為趴睡時，身體會受到更多壓力，尤其胸口同呼吸，容易出現壓迫感，有時甚至會有短暫呼吸唔順。而大腦喺睡夢中，會將呢啲身體感受重新解讀，結果就容易演變成情緒特別強烈、曖昧，甚至令人面紅嘅夢境。所以有時候，夢未必完全只來自心理，其實身體感受都會影響夢內容。第二個，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容易記得自己發過咩夢。研究發現，女性對夢境記憶能力普遍比較強，而且女人亦更鍾意同人分享夢境，所以好多女生朝早一起身，第一句就會講：我琴晚發咗個好奇怪嘅夢。相反，好多男生就算發過夢，醒咗之後都會完全唔記得。所以如果你男朋友喺你同佢講夢時，表現得好冷淡，甚至一句都答唔到，其實未必係佢敷衍你，好多時佢真係完全唔記得。因為男性大腦對夢境保留時間通常比女性短。第三個，其實我哋每晚都會發夢，只不過大部分人醒來後幾分鐘內就會忘記晒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人平均每晚會發4至6次夢，但只有情緒特別強烈嘅夢先比較容易被記住。第四個，夢境好多時其實係潛意識整理情緒方式，白天壓抑住嘅焦慮、壓力、情感，夜晚好多時都會透過夢境重新浮現。所以有時你以為自己只係亂發夢，但其實可能係內心有啲情緒一直未真正消化。心理學甚至認為，夢境某程度上係大腦幫你整理情緒垃圾，因為好多平時唔敢面對嘅情緒，都會喺夢裏面慢慢浮現出嚟。所以有時候真正值得注意嘅，未必係夢本身，而係夢背後你一直忽略咗嘅內心狀態。